Hello，成績出咗啦！你琴日望住張成績單，第一下可能唔係喊嘅，係成個人靜咗，手指凍咗，喉嚨卡住，個胃好似縮埋一嚿咁樣。身邊有人喺度叫，有人即刻打電話俾屋企，有人喺同學谷裏邊報喜，你就望住自己嗰啲分數，個腦喺度諗緊，哇！呢科差咗啲，呢度又差咗啲。大學就應該唔要啊，成日去唔到噶啦。咁副學位係咪執輸咗呢？重考係咪好丟架呢？爸爸媽媽知道咗會點呢？但係而家一切都過咗啦。嗱，呢啲事呢，我40幾年前都經過噶啦。但係我想同你聽清楚嘅就係，放榜之後呢24個鐘頭，你最重要嘅任務呢，唔係即刻揾到一個完美嘅答案，而係唔好喺最亂最驚呢一個時刻呢，做一個影響你未來幾年嘅決定，去揾多啲嗰個機會，因為呢一刻嘅你呢，未必係最清醒嘅你啊！你可能只係太驚父母失望，太驚朋友問你，太驚自己突然間有希望，變咗做要解釋。嗱，記住 DSE 成績唔係人生嘅結算，係一次路線嘅重排嚟㗎。有啲人可以直入大學，有啲人先讀個副學位咯，再上 degree， 有啲人去到 VTC 反而揾到自己真正有手感嘅方向。有啲人重考1年，唔係因為自己輸唔起啊，係因為佢終於知道自己為乜而讀書。所以呢幾日最怕唔係分數未如理想，最怕係你一痛就亂揀一條路，一驚就覺得自己冇路。用 LEST2 去睇唔同嘅本性喺放榜呢幾日呢，會中唔同嘅刀嘅。L 最怕輸，E本性最怕人哋點睇，佢可能全日都扮冇事，夜晚沖涼先喊出嚟㗎。S 本性最怕令到屋企人失望，媽媽嘆咗一口氣咧，佢個心都跌咗落地啦。T 本性最容易困喺1-2分裏邊，點解呢題我會錯多咗呢？嗱，所以今日你需要做3個事嘅啫。第一，只係講事實，唔好講身份。咩意思呢？就係話唔好話我係失敗者，而係我攞到呢一個分數，寫低3欄，直嘅。我而家有咩成績？我有咩選擇？將嗰啲選擇一行行咁樣寫低。我有邊個大人可以商量？然後跟住每一行你去填正負。同自己講一句，我而家好痛，但我唔會用痛苦嚟做決定。你係可以失望，你係可以喊，你可以嬲自己，情緒係人都有啦。但係唔好太早講，我玩完啦，絕對未玩完。你只係未行到原來以為嗰條路，唔代表你冇路嘅。真正嘅成熟唔係永遠考第一，而係第一條路你行唔通嘅時候，你肯抹乾你啲眼淚，重新睇下個地圖。我由呢度再出發咯，所以 DSE 成績俾你嘅係一個坐標，而唔係你嘅身價。如果你想睇清楚自己個性係比較適合做乜嘢嘅，撳下邊嗰條 link 做一個 LEST2 嘅測試。由今晚8點鐘，我會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開直播，咁到時過嚟大家傾下啦。我亦都可以同你分享下一啲我嘅經驗，到時再傾。拜拜。